Hello，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我係希婷姑娘。今日我哋會繼續一齊睇《跟溝通大師戴爾·卡內基學習17個處世原則》呢本書。上一次我哋講咗人際關係基本原則，第一個原則不批判。今日呢，我哋就會講第二個原則，真心認同和稱讚。當我哋唔對其他人作出批判或者挑剔，反而經常給予對方稱讚同激勵，喺對方心中你就會變成一個重要嘅人，佢就會更加珍惜你講嘅嘢，更加信賴你，你哋嘅關係自然就會變得更加好。可能你會諗，有啲人真係好乞人憎喎，點會有優點啊？戴爾·卡內基佢咁答：如果只係從對方表面嘅行為，或者你肉眼所見嘅地方去揾佢嘅優點，可能真係有啲難㗎。你可以嘗試去體會用肉眼睇唔到嘅地方，例如係對方嘅心情同佢內心嘅想法。當你真心真意去了解對方，自然可以發掘佢嘅優點，並能夠發自內心咁去稱讚。聽到真誠嘅稱讚，相信佢嘅行為都必然會產生變化㗎。跟住我哋又一齊嚟睇下以下嘅情景，去睇下真心認同同稱讚會帶嚟咩嘢唔同嘅後果啊！第一個情景，上緊美勞堂嘅時候，榮恩同思豪兩個人一齊做手工。但係呢，思豪對做手工呢一啲興趣都冇啊，係咁同隔籬嘅同學仔玩。咁喺第一個選擇入邊呢，榮恩呢，佢好嬲啊，佢選擇咗呢咁樣講喎，對住思豪講：你又唔識剪紙，畫又畫得唔好睇，咩都我一個人做晒，攰死人咩？小朋友，我哋呢有同爹哋媽咪一齊去傾下，如果好似詠恩咁樣嘅講法，思豪聽咗之後可能會有啲咩嘅反應呢？相信你哋都傾咗一個結果啦。咁喺呢個情況呢，思豪呢，佢係咁樣答返詠恩㗎：切，你咁勁，你自己一個人做晒咪得咯。好啦，咁我哋又睇下詠恩嘅第二個選擇咯喎。思豪，你平時咁多 ideas，咁有創意，今次你有咩好提議啊？我哋又一齊嚟諗下，喺詠恩嘅呢番說話下，思豪有可能會有啲咩反應呢？思豪呢，佢呢自己就心諗：話我好有創意喎，即係咩？我諗到個好主意啦！之後佢就主動同詠恩講：我覺得呢，我哋可以咁做。與其一開口就挑剔朋友嘅缺點，我哋可以先諗下佢嘅優點。只要我哋真誠咁給予對方認同同讚賞，相信對方都會充滿力量，從而呢變得願意去付出。不過呢度就要留意，我哋嘅出發點唔係要去操控對方，而係我哋真係真心想為嗰件事好，想同對方合作。好啦，第二個情景，一班同學喺度商量緊，跟住落嚟要玩咩遊戲。平時好叻表達自己意見嘅欣然，率先發表意見。佢話啦：捉迷藏最好玩㗎，我哋就嚟玩捉迷藏啦。好，正正呢，佢聽到欣然咁樣提議之後，佢嘅第一個選擇係：喂呀，你淨係顧住自己諗法，都唔打算問下其他人嘅咩？
如果你係欣宜，你聽到靜靜咁樣講，你會有咩感覺？有咩反應呢？可以同爹哋媽咪去討論一下。喺呢個情況下呢，欣然聽到靜靜咁講之後，覺得有啲泄氣，甚至有少少嬲添。佢心諗：哼，我只不過想將自己嘅諗法講出嚟啫嘛。靜靜嘅第二個選擇呢，佢咁樣講喎：欣然，你嘅提議非常之好啊，不過我都想聽下其他人嘅諗法，不如我哋都問下其他人點諗啊。喺呢一個情況下，你哋又覺得欣然會有啲咩感覺同埋反應呢？欣然呢，佢話好啊，其他人你哋有咩提議啊？當我哋用認同同鼓勵代替指責，唔單止可以令對方嘅心情更好，亦更有利解決問題。不過，如果你嘅說話唔係出自真心，只係口頭上嘅稱讚，就會變成恭維同奉承，咁可能會令對方嘅心情變得更差，亦都令事情更難解決。所以要記得留意自己稱讚同認同人哋嘅動機啦。給予讚賞嘅關鍵係真心真意。有陣時候呢，稱讚都未必會比批評好㗎。如果我哋係咁樣稱讚，哇，你好叻啊，你真係好㗎啦，對方有可能會覺得，佢係咪因為想我幫佢做啲嘢，定係因為我滿足咗佢嘅要求，佢先咁樣講㗎？點解佢雖然讚緊我，但係我一啲都唔開心嘅？你好好啊，你好善良啊，你好叻啊！以上呢啲我哋經常用嚟稱讚其他人嘅句子，都有啲虛無，都唔可以清晰咁表達我哋具體係因為邊一點而去認同對方。咁樣嘅話，聽嘅人可能就會咁樣認為，你讚佢只係因為自己嘅要求被滿足咗，或者因為佢乖乖聽我哋話。咁樣對方就感覺唔到我哋嘅真誠，心情亦都唔會變好，呢一個稱讚亦都唔成立啦。所以當我哋要去稱讚人、認同人之前，要記得兩大嘅重點。第一，要俾具體嘅稱讚，好清晰咁同對方表達讚佢嘅具體原因有啲咩，譬如，原本係你先攞到呢把鉸剪嘅，但係呢，你就讓我用先，你真係好有我嘅心啊！第二個重點係記得由心而發咁去稱讚人哋。我哋稱讚人哋嘅時候，如果對方感受到我哋係發自真心嘅欣賞，佢哋會更加開心。所以我哋都嘗試去了解下自己嘅內心，然後好真誠咁樣將我哋內心嘅感受如實咁表達出嚟。用返頭先嗰個例子，可以講多句。呢把鉸剪明明係你可以用先，不過你就讓咗我用，因為你知道呢，我趕緊時間，我一定會好好利用把鉸剪剪好靚嘅形狀出嚟㗎，真係好多謝你啊！又或者你幫我將呢一箱物資由地下搬到上嚟2樓。令到我呢可以輕鬆咁樣呢拎埋其他嘅物資，慳返好多時間。我好多謝你啊！好啦，今集嘅內容又去到呢度啦，我哋嚟總結一下。
人際關係基本原則，第二個原則係真心嘅認同同稱讚。我哋可以用呢一樣嘢嚟代替批評同埋指責，而令到我哋同對方嘅關係更加融洽。而要俾稱讚，有兩大要點，就係要發自內心，同埋要好清晰咁講出對方具體做咗啲乜，而令你咁欣賞佢。咁今日我哋就嚟到呢度啦，下次我哋再繼續第三個基本原則，考量對方嘅需要。如果你鍾意今集嘅內容，又想聽到下一集嘅內容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啦，拜拜。